来继续来看高雄的兴达鱼市场，有一档现点现做的鱼丸啊，是一对姊妹啊开的。当地人学了因是快手鱼丸啊，1秒钟会当第2粒到3粒，有够厉害。动作真美丽，而且一粒一粒鱼丸放在这噗噗的大鼎内面。 等你铺起来了后，用网啊过甲糊起来，小烫烫，真好食。现做鱼丸，经过民众落我来看伊的功夫，讲真好食。好像很好玩好厉害哦！这做鱼丸唔上机器，全部拢是人工的。这速度紧甲目睭拢看袂清楚，一搭挂几鼎就已经拢满满的鱼丸啦。鱼丸店是一对姊妹啊开的，这平均是1秒会当订2粒到3粒，1分钟上最是180粒。 不过，伊毋是上紧的，拄着来帮忙的妹妹，你看伊的速度紧甲是惊人，互人怀疑讲是毋是有偷偷快转。算这惯习啊，我小1、2年级就开始做。这电鱼丸速度会当遮尔紧，是姊妹人的多年来累积的战力。不过一点啊，拢无落错，非常顶真。看每只鱼丸是摘甲非常准，像乒乓球遐尼大，称起来重量嘛差不多，拢是21克左右。鱼市场若到周末都非常无闲，尤其是年节伫要到啊，大家会来办年会，生意非常好。骹手若无较紧的，根本就做袂好。